笑。我估咋，我估係得嘛。男子 A 組嘅季軍賽由姚正賢、馬子謙3號台比賽，姚正賢、馬子謙3號台比賽。女子 A 組嘅季軍賽由范海琳、黃雅柔9號台比賽，范海琳、黃雅柔9號台比賽。佢反手落咗好多球，不過算啦，都係嗰句，病咗係咁，病咗打到咁都算係咁樣。好。好。好。風水嘢喎，你而家玩到。喺嗰邊又係咁輸，喺呢邊又係咁贏。係啊，輸嗰兩個都係佢企隊。係咩？佢贏嗰兩個都係企隊。咁或者有啲影響。咁聽落有啲道理喎。我好少認同你講。我睇咗佢第2局啊嘛，第1、第3局。佢第2局贏啊嘛，當時。女子 A 組嘅決賽由張銘